後來鄉親朋友們歇困過後啊，轉到了福氣來咧節目嘅現場咯。今日係8月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，來同鄉親朋友向下來關心到嘅呢個康健嘅話題啊，是係你有呢個兩骨咯，嗬，兩骨啊係講冇照顧好來啊，是會造成一個你講背線啊，可能會有腎陽刺激嘅問題，呀，刺激到筋腱啊，嗬，係刺到定僵啦，那講鄉親朋友啊，嗬，今比我來講到呢個主題，刺到有問題，我來問人彭醫師，或者是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，或者列下嗬，非常之夾夾嗬，來問下彭醫師哦，當然咧就係非常都平時生活當中有讀到過嘅嗬，所以有啲人啊，佢當奇怪呢嗬，所以佢可能啊嗬，佢係腰骨會痛，嗬，也係講因為筋腱一方面佢會痛。太天呢嗬，所有嘅針頭中面都知道講，而係一個幾條嘅講兩骨可能有問題嘅，嗬，所以講到哎呀到，結果去檢查去做哦，全部做唔出來，不過佢嘅痛含飯菜研究就才係樣嘅。叫做大部分係肌肉啦，嗬，腰骨嘅肌肉會痛，呢個肌肉哦，係唔係講去適當嘅嗰個收縮。然後會變得像矯健樣嘅嗬，像矯健樣嘅。講都係人嘅肌肉嘅素材，像人講拔矯健，拔矯健嘅時節都當痛嘅啊。當痛，就像係後邊拔矯健樣嘅，呢個背囊嘛會有樣嘅，背囊嘅肌肉嘛同樣會樣痛。所以你講喺坐長久冇乜嘅運動嘅人，嗰個身體好嘅人嗬，也會樣。所以叫做白咧歐洲啊，嗬，要做一個嘅研究嗬，就講為一組為較為有骨痛嘅人，一組較唔會有骨痛嘅人，就叫做屍體以後做解剖嘅嗬，發現就講較為有骨痛嘅人咧，佢做嘅血管就會塞到。較為有骨痛嘅人，佢幾條嘅血管來講要塞到，就像度嘅講心肌梗塞啊，嗬，中風同樣塞到嘅，係，所以你講唔像嘅50件嘛重要，哦，50件就係人嘅血管塞到嘅。唔講氣脈啦，又係嗰個唔會通透咩？嗬。對，所以有個痛嘛千多樣嘅，哦，坐聽叫你冇運動，哦，肌肉都冇辦法當適當嘅作用，做下咪就會矯健。哎呀，古時候呢講到夜上班下嗬，又係腰骨不應痛嘅有問題，無天速都係你講見會講到嘅係生骨咧，又係退化，又係講又係椎間盤有問題嘅，全部唔係。每天係。那我有可能嘅腰骨啊，嗬，又係講兩骨啦，嗬，要觸上個，佢要講裂開一樣嘅，像有裂開嘅情形咧，做一啲治療嘛。大部分冇好，大部分冇好。當然後尾像後生人18歲以下嘅人就要佢係會睇嘅嗬，所以就較容易好啦嗬。但係3到18歲以上嘅嗬，就較冇容易好。所以呢，你講氣象，譬如講要挫傷，腰骨要挫傷嘅，就較會變下來。哦，就會變下來，哦，像係，比如講，一下看到一係空像嘅，視覺嘅，嗬，你講要像高嘅地方跌下來，佢就會變態，會變態，係啊，會所以變形，變形，哦，像一棍咧咪重要嘅意思，就講因為佢你講後生人就較唔可以用棍咧，做嘛？因為佢會態，哦。後生聽我講嘅腹線肌咧，我就講佢想喺小腹下來唔切小腹，所以就會生棍咧。太熱嗬，就較你冇辦法太，唔可以太咩？唔可以太，所以就較容易生棍咧。哦，咁樣啦嗬。所以生棍咧，也冇一天做過。像有啲人有骨痛，佢就會講，有棍咧。哦，但是佢好嘅，佢棍咧嘛，不會係行菜。所以棍咧冇一天就係。有骨痛嘅原因，所以大部分原因就會有嘅肌肉嘅問題較多。好，估數咧嗬，然後日下可能當到嘅朋友會知道講，可能腰骨嘅問題啊，嗬，上班下檢查唔出來嗬，一講走就走唔到嗬，也冇天數做係你嘅一個幾條斷骨嘅問題，也可能有其他嘅一種問題，有可能係挫傷入到嗬。韓國呢，啲神經壓迫度係咩？好難查出來啊。一每天啊，嗬，唔像神經來講，台灣人講腰骨，嗬，腰骨哎呀走出來咩？嗬，有人走出來咩？嗬，腰骨呢個壓到
腰骨壓神經壓到，就腳會痛嘅，部分都會痹。哦，頸肩就手會痛，手會痹。哦，愛主講睇咧就看人嘅針頭，嗰個很多人用個肌電圖啦、神經傳導也都愛檢查，就的確哪節有哪條神經有問題。安樣係啊，吼，古數都係因日條方法啦，吼，都做一啲後來查出來咧，吼，古數呢，因上班下鄉親朋友都會印象講，哎呀，本來呢，喺一個生骨嘅問題啦，也係頭先講到因一個椎間盤哦，一個突出嘅一隻問題，也係講頭先提到按到嘅吼，都係可能係因個皮膚肌肉嘅一隻問題咧，吼，可能係上一下因啲部分吼有一種嘅突變啦，吼，所以講到生骨嘅啦，韓國生人頭先講到有椎間盤突出，佢會有嘅一隻問題哦，所以。針頭冇乜重用嚟嗬。一般來講，頭先講過嘅嗬，骨咧來講嗬，大部分都腰骨較少啦。係。哦，但到頸肩咧嗬，頸骨就較多。哦，頸肩咧較多，因為頸肩咧較細嘅嗬。係。較細，所以佢合位就可能了個骨咧就會影響到佢。就會講到了嘅有生骨咧，咱用嘅上班係一個樹嘅一隻針頭就合得出來。對，像腰骨來講，嗬，腰骨來講骨咧，因為隻個腰骨較大，較強嘅較大，所以骨咧就較唔會影響。但是喺個弄骨嘅做出來，嗬，兩片就有可能，兩片就個頸肩同腰骨就有可能。哦，但是一般來講，嗬，一下嗬。除了頸肩以外，較少嗬，大部分係最係骨，就講弄骨嚟做出來較多啦。一下來講啦，除咗頸肩骨之外，其他也個兩骨嘅幾條嘅兩骨嘅部分咧，就變做係一個弄骨嚟做出來較多。嘅問題較大。因為頭擺較唔啲啊樣啊嗬，因為頭擺科技冇辦法達嗬，當多年係個針頭嘅嘢，看起來全部有骨內嚟用嘅，所以就達到係骨內嘅問題啦。好，睇住都會。實際上睇本係弄骨嚟做出來問題較多。對，你講到也個生骨嚟啦，也講弄骨嚟做出來啦，嗬。亦都因個現實咧，也一種原因頭先有提到咧嘛，嗬。就係老化啦，也講促腫啦，嗬，亦都咪嗬。韓國也個弄骨嚟做出來嚟講，也就係你黑度嘅就係一個弄骨嚟，嗬，有去壓迫到嘅黑度，嗬。一個針頭來講啊，嗬，上班下嗬，請看針頭，當場咩冇乜準，嗬。做咩講？咁我講過嘅骨咧咧，嗬，一少會除了個頸肩有可能會壓到神經，會手會痹痛呀都應該。腰骨其他地方腰骨較大啊，嗬，所以較唔會，所以後尾佢根本都冇針頭。係係。頭先有講過嘅，當多年痛，佢就會講，有骨咧咧，我啲好嘅中央嘛有骨咧咧。係。所以喺度開刀嘛，中央唔係開骨咧咧。哦，所以大部分咧開就係。嘅弄骨嚟做出來，骨咧當然會影響啦，嗬。骨咧咧有啲人會引起嘅椎間板那個椎狹窄啦，嗬。就頭先你看到幾節嘅有合嘅，嗰邊咧合當合，本來像按法嚟講，本來按法嚟，而會變得按細，跟住會壓到成有嘅脊髓佢就會個行路啊，嗬。就係像你頭先看到嘅一張圖咪嗬。一種圖嘅，看嚴重啲嘅，像嘢，嗬，看嚴重啲嘅就會合嘅，錯，嗬，佢就會嘅，就會嚴重到，有問題嘅，嗬，唔會差。古數咧，你喺講下嗬，有一條嘅問題啊，可能引起嘅一針頭嘅時間，上班下啦，嗬，當到啲朋友都會想講捱一下嘅情形啊，嗬，上來捱會知道係腰骨嘅問題嘅時間，都可以去一個醫院，你愛。先來掛嘅就係骨科，骨科也做得，復健科也做嘅，神經科也做得，係。因為骨科、復健、然後神經科全部做得。因為也3科嘅人都有治療方面嘅治療也方面嘅經驗啦。係。哦，反正唔看醫生，我好就好啊，我一天講一條內科啦。係。哦，所以神經科，神經科嘅人佢嘛有屬於，當然神經外科嚟講，大部分佢係腦方面啦，係腦方面啊，但是佢嘛有最強嘅腰骨嘅嘛有。像 Andy 頭先都提到咧，有啲幫要動到嘅神經啊，一神經可能
連到嘅做按規個按講隻眼神全部黑咧啊，全部會影響到嘅，故所以一隻蔬菜來壓迫到嘅時節，佢就真是當麻煩嘅。壓迫到過後啊，吼神經老按伊嘅龍骨入邊啊，吼，迄講壓迫到神經嘅時節啦，吼，送來會很難治療嘛，也係講聽出可以治療。可以當多種方法，睇我係講刮福建嗰個醫生其實冇開刀咪嚇，冇那種宿舍嚟哦。雖然內科嘅醫生嘛唔會宿舍咪嚇，但是做做傳統嘅保守嘅療法嚇，做一啲福建啊嚇，嗰個食啲藥嘅嚇，其實當到偏嚇，就像寒刀、冷刀咁樣咪嚇，冇食藥嘅嘛會好啊，食藥嘅嘛會好，一段時間，大部分偏咗一段時間就會好，係。按樣係哦，故所你個一下啦，喺講有一隻理嘅啦，吼，一下就講有3年佢去到也醫院來檢查咧，我都檢查好咧，吼，佢咩算係講到當有名嘅醫院咩？不過佢就講愛宿舍，一下講愛宿舍嘅時間，我考慮下冇。當然愛考慮啊，你看你講採用傳統嘅保守嘅方法又唔會好，當然就每天去宿舍啦。傳統嘅保守就頭先講到福建啊，也係講到要食藥嘅啦，嗰個我做運動啊，平常我做運動冇坐穩腳啊，冇散河啊，冇食體搖，冇食體搖，冇食體搖啊，肉冇散到啊，肉氣冇散到，食青菜水果食較多啲嘅，一方面係做得好，當然就唔是要宿舍，你講真嘅冇辦法，真嘅冇辦法，當然就愛宿舍，因為如果你痛得當厲害，濕疹冇辦法，當然冇到壓力貼片嚴重，當然愛宿舍。按樣係啦，吼，故所你講啊，吼，愛宿舍無愛宿舍呢，吼，也上班下，吼，你愛看自家本身嘅也情形，當然咪愛聽醫生嘅意見啦，吼。韓國係做加做幾種嘅檢查冇？檢查是每天啦，吼，看情形啦，吼，但是做嚟問看主要是話。請另外一個醫生係冇宿舍，所以請另外一個醫生，冇次看咧，看有必要冇啦，第2嘅意見啦，甚至第3嘅意見是看咧啦，好，故所你講到將來也係喺講有一方面嘅問題啊，愛宿舍冇愛宿舍上班下係一道向親朋友啊，接送會考慮到嘅問題，就講愛宿舍係檢下講會產生下無好嘅一個結果，喺講做嘅冇愛宿舍咧，就知道講嘅風險冇安泰吼，也講彭醫師咩提到咧吼，你做得本合到晒醫生吼，因為嗰兩門看冇同樣嘅一種意見啦吼，你係一種方法提供本大家，然後到入邊咯，先來聊下，家下陣個基礎來留彭醫師來打嘴鼓。